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讲到这2日，甚至是选举前，就讲到咱台积电要走去美国，所以呢，咱台湾会去扛，敢是安尼？这敢是假信心呢？古早三朋好友泡茶开讲无认真啊，但是数位时代赖群主的消息会变形。有诶讲美国要摕咱的台积电的晶片，有诶讲到疫苗的医学敢若神。反正我的朋友讲的，我就来收听。嘛有迄个青少年爱看的抖音啦，看起来可爱美丽迄个型，但事实是啥物？今仔日有请素还真。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澳洲 Monash 大學兼任的副研究員柯建榮柯教授。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台灣民主實驗室的理事嚴婉玲。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的公民記者林武聰。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來看，其實呢。这几天嘛有讲中国的抗议的群众会不满讲中国的共产党当局讲因是境外势力的影响，但是呢，因就来讲我无网络，也无通并抢，也无法度出国，是要安怎接触到国外的势力？另外，美国的国防部最近发布最新的中国的军力的报告。讲中共有可能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当中，会结合到网络的攻击、资讯战来打击民心，到底来看看。我们现在是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都不能。他们怎么联系我们？联系不上。哪来的境外势力？月球吗？中国人民因为参加白纸运动的抗议，却去香港有境外的反华势力介入。中国民众心内是真生气，集体讲出因的不满，现场是你一句我一句。我们都是爱国者。境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吗？是列宁吗？马克思怎么了？影片透过一个 Twitter 用户李老师，毋是李老师发布。自从白纸运动以来，伊就一直咧分享抗争的真实影片。面对网友投稿，伊就爱分辨消息的真假。要来安怎面对假消息，嘛是台湾的课题之一。美国发布上新中国军力报告，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4项军事行动，其中就包括资讯战。我们怎么样去防堵整个这个最重要的第一波的这个飞弹的攻击？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爱国者飞弹大概应该还是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来做一个反击的这个能力。网络科技发达，现代战争唔但透过传统，也是科技军力。中国现阶段透过直接派军机扰乱台湾，佮结合网络攻击孤立台湾，打击民心士气。其实无因的战争早就逐天伫网络世界、伫台湾各地演出啦。要安怎防止境外势力发展公论战争、甲黑客网络的升级攻击？政府安怎找出好办法来加强全民面对认知作战的素养，建立全民共同面对敌人的团结共识，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工作。讲到这个资讯战他看到影大内面讲到真侪议题啦，其实每一个议题拢通讲过外点钟啦。其中上重要，咱真切身所在，逐工这个赖群组内面啦，还是什么 Facebook 面册内面啦、IG 内面啦，拢不管是满是甚至讲我本来就是拿的，是安怎列的拢会来找我，而且就我本来就是拿的，本来就是列的，那是安怎拢一寡有诶无诶信息会走来找我。咱就定下讲过去庙埕开讲的时阵迄定拢是用八卦。讲一寡有诶无诶来造谣即个选举诶奥步，但即马选举奥步毋是人甲人诶接触，是用赖群组，还是用啥物方式即尤其是咱过去即5档、5、6档进程，拢真侪即个过去诶即个例，尤其咱看即个物件即个认知作战后用媒体、传统媒体，后灌水部队
也有即农场的模式，吼，也有即个在地协力者，咱小等慢慢吼，透过即个真实的案例来一个一个讲互大家听。首先要请请即个柯教授来甲咱解说一下，过去有啥物例会当来讲，大家来了解讲，哦，这就是即个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作战。OK， 我即马吼，遮有一个拄好有一个算袂歹的例啊，就是讲咱台湾有一个志愿者吼，去向个乌克兰，吼去乌克兰去做，去乌克兰，对，詹庆功啊，系啦，去调查工啦吼，啊，英语名叫做江老师啦吼，伊伫建岛迄阵不幸去过身嘛吼，是，但是即个物件对台湾来讲吼，还是讲对乌克兰来讲吼。是一个算袂歹、足勇敢的一个故事，因为咱台湾甲有可能是共款面对有威胁的向的问题嘛吼。但是呢，你也知影讲吼，伫网络观顶过身了无偌久，伫网络观顶呢有一寡人吼，想要放一寡，对我来讲是毒啦，吼，就讲伊死是。其实是因为欠钱啦，吼有诶无诶啦，吼这因为欠钱才会去到乌克兰去做佣兵啦，类似安尼啦，吼。但你也知影讲，即个物件吼是有系统诶啦，吼。有人甲资料结出来，啊，伫网络观顶就开始有人查，啊，有人查，伊阵你发现讲吼，因在咧打诶物件吼，其实是拢共款诶，你看，你来，咱镜头上看到这，你看哦，遮载物件吼。全部大拢是共款的内容，吼，你就知影讲，这其实是后壁有人咧操作，系统性的啊，大家做的拢共款的代志，吼，你若讲是一般的网友咧写物件，应该是有掺一寡家己的意见啦，毋是，伊这全部大拢是共款的内容，吼，这是一种中国对台湾咧做这种英语个这influence operation， 还是讲disinformation operation 的即个物件，吼，这其实足济。佮另外一个吼，就是讲陈明通咱的国安局局长，吼，去泰国嘛是安尼，吼。你看，即甲块物件放出来，吼，资料啦，吼，啊是讲迄种的手机，吼，啊佮有头壳相，吼，拢是伫即个像个 Twitter 的 account 放出来，吼，即个是。8个才注册，好啊，8个注册9个来放这，好啊，这放了了后呢，其实网络观顶其实佫有一寡足奇怪吼，我嘛佫看着讲，佫有其他的查某有诶无诶，但是这因为是假的嘛，所以电视新闻唔敢报啦。但是电视新闻嘛是一直咧报载诶内容，吼，你也知影讲中国咧处理的这种方式吼，有足侪种啦吼，但是我讲一个。生态是安尼讲吼，我拄啊好，这有，因为我后尾摆要去澳洲，就是要讲这点吼。你甲看吼，这是中国吼，嘿，中国是安怎去处理这 information operation 的？伊吼有几啊条路，第一条路呢，伊是按 social media，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吼，嘿，社交媒体就咧讲，比如讲 Line 啦、面册啦、吼 TikTok 啦、吼 YouTube 啦、吼啊，你食一寡像个假的消息放伫遮了吼。咱就有一寡在地合作者，吼，就是咱大家在地。对，哦，这是上恐怖哦。咱在地合作者吼，有可能是公庙的啦、乌道的啦，吼啊，甚至是村里长，吼，这拢是算伊的在地合作者。啊，这在地合作者其实家己嘛会去生产，所以咱有看到足侪赖，有一寡奇奇怪怪的消息，足侪嘛是安遮过来吼。但是遮过来了吼。这个是上，我是感觉讲是上可怕的所在啦吼。这是有足侪人吼收这个物件，伊毋知影是假的，伊看到就认为讲，这应该是会当传的物件。比如讲亲戚朋友传落我就相信伊，我当然但是假，伊毋知，伊毋是有意思要去传这假的物件，吼。所以呢，伊个传入去，啊，你嘛袂当怪，因为这我朋友传落来啊，阮同学传落来啊。吼，啊，家长啊传落我，所以我来传出去。吼，啊，佫有另外一条路，吼，就是讲最假的物件到尾吼，会变做是网友说的啦，吼，就走去到较亲迄边的大众媒体，吼，卖出来。啊，但是一出来了，走去较迄边的大众媒体，
台湾的啊。啊，台湾的会 copy 吧？较亲迄边的。会 copy 嘛吼。啊，伊的目的就是要安怎？要去用诶拍歹咱所有的像诶民主啦，民主这都甲拍好歹。大家团结和谐，什么，就是类似是安尼啦。哦，就是这个，所以咱这个形式就是头邝老师你讲的，哦，就是对这个在地协作者。即摆因为其实中国是足巧的，伊拄咧进步啦，伊拄咧演化啦，一直咧进化。伊的迄个手路吼，伊拄咧进化啦，吼。是。这其实吼，比如讲，迄农场啦，吼，已经四五代这个代志啊，退流行啊啦，嘿，即摆是接手并这个啦，嘿，这个开始行。对，这个开始行啦，因为这你无法度。去辨识，因为比如讲是若农场吼，咱就看啊，这都遐出来啊。但是若亲戚朋友传互我的，哦，你袂甲怀疑啦。先透过亲戚朋友，咱信任的人，啊，才去到咱其他的媒体啊。是。即我要请教严老师吼，他都要讲到这个在地协作者，尤其是亲朋好友吼，咱到底是要安怎来辨认讲，啊，无就尤其吼，那是时代，传到咱。咱有当歹势甲讲，爸，这唔通哦，或者是讲阿伯，这唔通哦，还是安怎？甚至咱家己都不得不讲的。是。啊，这是要安怎来认办？讲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咱其实咧讲这个咨询作证这个代志吼，已经其实讲几啊冬啊，差不多伫2018年开始进前吼，大家若有印象啦，咱其实对顶一届的选举，2018迄届的选举，咱就突然讲去发觉到讲，这个资讯证其实真恐怖呢，伊会影响到这个选举的结果。所以伫个差不多17、18年开始，咱就开始做这个研究嘛。啊，咱研究出来，咱就发现一件代志吼，就像马老师讲的吼，其实这几种模式常常拢是混合咧使用的啦。但这个混合内底，你会去看讲倒一种对倒一种人上有效。啊，主持人讲到的这种，就是伫赖内底上有可能去出台的这个情形要安怎嘛吼？咱就是讲。今仔日时大人若想到一个讯息足紧张，伊会讲啊，毋知对咱有啥物危害无？所以就紧传互别人啊，要去甲别人提醒。其实因拢是好意，对无？是。但是吼，咱其实即几档安尼看，咱嘛开始咧想讲，要用啥物方法来互即个代志会当得到解决。啊，前几档呢，有人就去研究一寡即赖的机器人吼，像即个美育仪啊，美育仪对，美育仪。但是其实美育仪嘛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吼，因为美育仪是机器人嘛，伊是生尸嘛，啊，所以伊其实伊袂晓去判断讲伫即个群组内底，即个气氛是做安怎，所以常常若有人是等一个假的消息出来，伊就随跳出来，伊毋是真人嘛。伊就跳出来讲这是假，伊就讲假，人就生气啊，啊，规组台就改线去。对，啊，无就家己退出，啊，无就甲你赶出去，安尼其实是无效的。所以美育阿姨这个形式写得较无好啊。伊无法度辨别嘛，伊无法度辨别讲话的人是大人，是前辈，还是安怎？啊，伊毋知影伊讲出来的是人嘛。对，所以其实即几档咱开始咧想的，就是讲，除了即种用形式来处理即个代志之外，吼，一般的人有即个意识的人，吼，要安怎会当互即个代志有可能去解决？所以咱提供几个方法啦。第一个就是吼，爱甲是大人讲，你若毋知影即件代志是真的也假，你先莫黑白传。迄若传出去有两种结果，一种若是假啦，吼，会有罪哦。第一种是有罪，第二种是你会互笑会见笑。你爱互别人感觉后面即招较有路用，较见效的较路用哦。对，你着爱去互感觉讲哦，莫黑白传，较袂出代志。即个吼，因为传是无，你收到迄无法度嘛，但是你会当阻止伊佮传出去嘛。所以这是第一点。对，啊，第二点你就是爱甲讲吼，即摆网络顶悬就侪真诶假，毋知影，你先问，你要传进前，你先问啥？问少年仔也好，还是你若会晓用 Google， 你先查看卖呀。但是大部分的时大人可能较无迄个习惯啦，袂晓。对啊，啊所以就是啊无你就先查，啊无你就先问，啊无你就莫传。其实我感觉对是大人来讲吼，因真正拢是好意，所以咱袂当去甲指责，袂当讲你安尼做毋好，你着爱去甲讲做即个代志会有啥物效果，啊你家己
爱想好清楚你要安尼做无？所以严老师无推荐这个美国阿姨，不是啦，我刚刚伫什么赖的群组内底爱看好好啦。什么对象爱大家推荐个美国阿姨，看有当时写一个这个听息吼，有头叫招来阿伯来看安尼，吼，这还可能较实在。啊无，咱就是爱搁发展一个新的这个机器人，就是嘿，是专门写给老人的，啊，袂去伤害到老人的感情的。哇，这就较难啊！吴聪，你有什么看法？我的看法咯，其实讲哦，这个从迄个国外的经验来看啦，其实这个资讯操作不是干那伫咧台湾的，伫咧美国，伫咧足侪个国家，其实拢有看到。但是从国外，中国甲咱台湾之间啊，尔啦。对近景的美国甲俄罗斯之间嘛是有这个资讯操作啦，吼啊，因的资讯操作有当时啊。其实讲哦很难澄清啊，为什么讲呢？伊是有很多说法是这样哈，也假中立啊，敢若是各打50大板。哦，但是先讲啊，这边也无好，迄边也无好，啊，大家拢安尼吼。正经的是讲，俄罗斯伫咧美国在经营欧人的社群，因有一个用一个假账号经营部分的 Black Lives Matter 的分部。唔是规个 Black Lives Matter， 部分的 Black Lives Matter， 因经营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我甲观众朋友就同意一下吼，就是讲吼，罗西亚在这个乌人的社群内面吼，经营一个叫做乌人的性命是真重要，这个群组内面啊，落去啊放这个消息落去。伫咧内底经营分部啊，唔是讲规个是伊经营的，经营一寡分部啊。伫咧要投票的时阵哦，伊就讲，迄个希拉蕊，迄个时阵啊，希拉蕊敢若毋是咱乌人的代表。啊，阮拢知影嘛，乌人做者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民主党的替票。嘿，啊，伊先讲哦，希拉蕊毋是咱支持的候选人。啊，过来咧，伊讲川普嘛，毋是咱，嘛毋是，嘿，伊讲假中立，各打50大板，但是伊经营的这个社群呢，是乌人的社群，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嘿，啊，伊讲啊，我这两个拢无好，阮拢无爱去投票，啊，结果就是希拉蕊支持度的下降，哦，这款的操作，有用迄个假中立的吼，嘿。啊，有当时啊是，咱台湾即摆目前的情形，小想。嘿，啊，有当时啊是用部分的真的讯息哦，啊，但是略去其他的讯息，像主持人刚讲的，头拄仔讲的迄个台积电，吼，台积电，嘿，我拢知影，因讲的就是台积电呢，3奈米厂要去美国设厂嘛。啊，但是伊要讲的就是讲，3奈米已经伫咧台湾，伫要量产啦。啊，2奈米、1奈米的厂嘛爱设，也要设了。嘛开始啊，嘛开始啊。啊，因了敢若摕接，啊讲啊，这就是去台化。啊，美国摕台积电无爱台湾啦。哦，因了用部分的真讯息去得出一个假的结论。哦。最后再用媒体啊，哦，伫咧面册啊，吼。迄些讯息啊，伫咧赖群组啊，把它放大。你意思是讲后真的当中啊掺假落去？对，哦，有这种的。有当时啊是掺假，啊有当时啊是敢若讲这，啊无讲迄。但是这真困难呢，因为咱也无专业，咱也知影讲这个奈米，像阮若是阮这个士大人咧，甲我问讲，啥物叫做奈米？咱家是甲讲啊，比这个头毛更较幼的物件吼，晶片甲做，咱就讲袂落去啊吼，咱是加减小拔一个尔。但是你要来讲甲春车，讲甲互伊安尼，真正王树就机马炮，逐支就拔透透，这真正无可能。是啊，这阵是要安怎？啊，有当时啊，敢若会使讲，有一些有一些社群啊，有一寡社团，像迄个假新闻清洁剂，因为有咧巡讲，哦，因为甲大家讲，你安那用？有一寡网站，有一寡面册，当来去巡查。那个假新闻青年记是咧在地有在开一些课程啊，有当时也去遐上课啊，了解安怎用。这种相对的少年人呢，吼。假新闻青年记，较
针对在地的老人，在地的老大人，哎，对对对，有对在地的老大人咧开这种课程。有，因有咧做。哦，啊，先补充一下，好来，就是我讲这真趣味吼，就是因为用网络这是少年仔较习惯的一个手段嘛，对无？但是对市大人来讲吼，因就是拢接收嘛，所以其实即马咱较好的做法是安尼，先去训练少年仔了解这个事实的查核有偌重要，啊，过来你叫这少年仔转去甲因的市大人沟通，而且爱面对面去沟通，我感觉这嘛是培养。咱这辈甲是大人感情是真好的做法。我感觉讲愈讲的感情愈拍歹对对对，不，就是爱去训练讲是大人听会入去你讲的话。这其实即马大家拢咧看手机啊，拢无咧甲是大人讲话嘛。透过这个机会，其实你是会当加去甲是大人开讲，讲今仔的新闻咧讲啥。这其实吼，我感觉这关系的促进吼，其实甲这是真有关系。安那互是大人相信的，毋是赖传来的物，是阮囝甲我讲的这的物安尼。这其实是真重要的。以早其实咱的是大人拢想，阮囝甲我讲这个吼新的知识安怎，即摆拢是赖甲我讲这个知识是安怎，吼。但是头拄我嘛共款咧问吴聪讲，其实有一寡专业的知识，咱实在讲咱也毋知啦吼。啊，咱会当家己去查。但是有当时查了，这个专业的知识更较深，迄有的是最足深的吼。啊，无法度查验的时阵，咱是要来防范的。这柯老师，尤其吼，咱即摆看到愈来愈多啊。过去还佫有啥物 KK News 吼，这种农场的模式。头拄你也讲这在地协力者，即摆连 TikTok 内面也真济吼。老师要甲咱讲一个，这 TikTok 还是讲全面性。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咧甲咱进攻，还是讲咧用这个头拄吴聪讲的这个假包真呢？吼，用真的就去包假，而这个模式顶头，啊，佫有其他什么样的模式？咱大家看吼，这统检的机关啊、发布啊、专案啊、代理人，什么叫做代理人？除了代商以外，啊，佫有什么代理人？啊，透过买办、啊，佫有公关公司啊，用这个山寨。老师，你甲咱解说这个流程啊咧？哦，这我必须讲吼，中国其实因坑足侪资金咧做统检啊，唔系干那对台湾啦，伊全世界嘛是共款啦，全世界伊的所谓的以北桥叫做大外宣吼，一档就差不多有100亿美金，100亿美金，就是台票3000亿啦，吼。但是这种物件吼，佮你唔知影伊到底钱到底有偌济啦。吼，啊，即个物件你也知影讲，趁钱会当趁钱，但是抬头的生意有人要做啦，了钱无人要做啦。所以你看吼，迄个买办 agent 吼，迄伫遮要买一寡 Facebook account 啦、Line account 啦，啥物有诶无诶吼，这其实是应该讲这是足平常诶代志。就普遍啊，这普遍是伊是当时要发动。无要发动尔啦，吼，比如讲，最近有一个物件，其实是甲中国有关系吼。这老师今仔拢提报出来。你这个吼，这是其实是中国的白纸运动啦。白纸运动因这其实拢传遍遍啦，就是讲这拢是假的account啦吼，假的向的account啊，但是因为即马中国的学生足侪伫遐向的。网络观顶吼，咧找讲即个白纸运动的消息，所以呢，我唔互你找，你只要是一找，我就互你啥物，我就互你色情的物件啦。哦，啊，跋筊的物件，跋筊的物件啦。吼，所以你即摆看吼，其实我是有翕的过，所以我还一寡图摕掉啦。但是你一看，公共电视啦。对，但你一看你就知影吼，这拢是甲向的色情有关系啊。哦，就是讲，我是中国的大学生，我要来找白纸革命。我找的时阵，结果伊，互我找到的是，拢是这色情的网站、跋筊的网站。对，跋筊的网站，毋是四控数，毋是啊。哦，结果吼，你也看到讲吼，这是最近这几天有无？突然间跩，拢无咧叮当的account吼，拢走出来啊！啊，走出来一路放消息，啊，放的消息咯，拢是。跩色情的物件、跋筊的物件，我就是唔互你查到跩
加向的运动有关系。所以你就知影讲，伊伫中国是安尼咧做，伊伫对台湾其实嘛是拢共款的啦。徐老师，这技术上是安怎做会到？我要叫这个网站出来，啊，这个听息是安怎来写，还是用什么方式有通好？互你安尼找无着来找去？譬如讲，我要找中华东路，结果甲我引起到这个空营路安尼。对啊，所以这个物件吼，较技术的物件可能爱问宇昌哦。但是这是真趣味的，讲因遮account拢是有咧饲啦。比如讲，我会记是3当前还是4当前吼，面册吼，总共加我袂记即个较具体的向的数字偌济啦，差不多是我会记是超过中国的人口的迄个account。几啊10亿个向个account甲退掉，吼，因为迄拢是假的。啊，你表示讲吼，中国有咧准备跩假的account，伫当时要发动。哦，平常时就饲好好。就饲好，啊，而且佫有一个上严重的，就是讲中国人袂当用面册。请问你饲遐一个面册account是要创啥？你中国人才14亿，但是你饲的假account吼有偌济？超过14亿。哦，这唔那，这无就是食饱受用，无就是别有居心呢吼。对，所以你种跩物件其实拢是传伫遐咧等。我啥物时阵要放假消息互你，你唔知。啊是讲，比如讲今仔有一个消息对台湾有利的，吼，伫网络界顶咧查，但是呢，我会当用迄项的网络的演算法吼，我放我的物件。你比如讲我查你的名，大概造出来是其他的物件。先得电脑版。电脑版，因为伊会当甲设去上悬顶。哦。伊会当设去伫咧向你伫咧社区悬顶的上悬顶。这真正技术上啊，余昌啊，甲咱讲得清楚。我会使分享一下，就是讲近前我有朋友啦，伊甲网军公司有一个。小等，吴总理讲伊甲什么？公关公司有咧做研究啊，伊做交流啦。了解这个假账号是安怎做？网军公司。嘿。哦，咱台湾也有网军公司。嘛有。哦，是。伊呢用这个用电脑模拟做一手机啊，这做一手机啊，拢总来开 Facebook， 还是其他的 Twitter 还是啥物？因呢用迄个脚本，就是讲有一个写卡本。嘿，伊的机器人来照迄个脚本去执行，安尼就开始去这个养出一个假账号。近前阮有朋友发现，我的面册账号，那有一个完全相同的账号，写做同款，嘿，写做同款，讲的物件嘛同款，下面回文的迄个人嘛同款，甲我的朋友，伊嘛 copy 阮的朋友的账号。哦，那是 copy 你这个人 ，copy 你的朋友的对话 ，copy 你整个朋友圈，做伙，伊安尼先养账号养起来，有需要的时阵呢，若是有人甲伊买，伊来用另外的脚本，用这个账号去留言，因为写好许多的留言，用这个账号留这些言，这样的改留在底下。吴总，你的意思是讲，这套阿强啊，有咧用台湾的网军公司也有咧用。是，台湾嘛有网军公司咧用。我看一个用的这张图啦，哈。这张图就是头早吴聪咧讲的，这是个电脑的画面啦。好，但是这个电脑画面呢，这是 Facebook 啊，连面册对嘛？吼，你看，一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这10个拢假的啦。好，我一个命令落去，伊做共款的代志吼。但是这唔嘛10个哦，因为我搁饲这个就10个，饲这个10个，所以这支悬顶呢，就起码有100个，100个是假的啦。哦。这台电脑是因为这是阮朋友的公司啊。哦。伊嘛有咧做这啊，所以我就讲无你借我翕一个吧。好。是。因为我要去讲啊，所以你借我翕一个。哦。对啊。所以咱台湾也有咧创这。所以你就知影讲，中国一定搁较济啊！这算小本的生意嘛？细间的公关公司就会当安尼啊！你若是中国的这种，搁来挑伫遐咧舞的，你会认为讲迄状况是安怎？
哎，吴总，徐老师，除了这种用养的以外，另外还有另外有一个方式，就是用偷的，用偷的，伊入侵你的电脑，偷你的迄个账户密码。有当时啊，阮拢知影，阮家己用电脑的时阵，有当时啊，你若是有的时候你也有习惯的密码。你可能伫咧这个网站底下用这个密码，另外一个网站也是用这个密码，这个网站也是用这个密码。有当时啊，一个网站泄露的以后，也用这个密码，嘿，去偷偷上你的 PTT 账号看是不是一样的密码。有当时啊要是一样的密码，他可能有时候就拿来用。近前呢有人发现伊伫咧用 PTT 的账号，但是唔知道为虾米伊的 PTT 的账号自己去八卦版发文，还被推爆。近前这个裴洛西来台的时阵，有3个账号其实都是东西偷来的，用偷来的账号发文，而且那个 IP 在台湾，然后警察拢抓抓不掉，唔知道是虾米人。还有近前伫咧选举的时阵，有一个账号近前用2万买来，伊伫咧爆料，拢推爆伫咧八卦版，所以上。这个款的迄个操作的行为，唔是家己用自己养，而是偷来。后去偷的，后去买，嘿，有人吃，也有人偷的，有人安尼吼。但是我要请问这个严老师吼，咱即摆看到的是，其实上后尾也转到人的身上，因为总是伊要扫互你看嘛。咱咧看的时阵，还是讲咱的社交行为吼。因为咱，譬如讲，咱这个数位的这个年代，已经改变咱人的行为啊。他拄仔严老师讲了一点啊，真重要，就是讲吼，你登记甲你的士大人吼，面对面来开讲，佫有其他的这个会当互咱改变，会当来提升咱这个数位的这个素养。我其实另外一个方法，要教大家来想一件代志啦。其实拄仔2位老师讲的这个代志咱若毋是用政治的角度咧想用商业的角度咧想，就感觉这足正常啊。譬如讲，大家去菜市买菜的时阵，你捌看过一个代志，就是一个人伫遐话讲，我这个米偌好偌好，一群人围咧遐嘛，就内底有人讲，对，我进前用过袂歹呢，所以大家来用看卖安尼，可能大家伫菜市拢有拄过这个代志。咱来想讲，伊若伫网络顶悬嘛是共款，咱拄来讲咧饲的这个账号其实毋是完全拢是摕来做政治的使用，真侪是摕来做商业的使用。譬如讲，我今仔要塞一个新的产品出来，对无？无人知，当然无人取赞啊，对无？这个时阵我饲一寡账号来取赞，别人讲，这有2000个赞呢，是毋是这个物件袂歹？所以其实这毋是干那摕来做政治的服务尔，这其实上开始。生活当中也是。对，上开始大家是想讲，我要用安尼来塞我的产品。所以我用这件代志，请大家来想一件代志，就是讲，安尼咱就来想嘛。若是你今仔知影这个代志，你去想看卖，这个代志安尼撒出去了后，对上有好处。咱每一届看到一个新闻，还是一个消息的时阵，咱想看卖，这个消息若是报出去，对上有好处，你可能就小可摇会出来，这后壁可能是送咧无人安尼。其实你若加想一寡，你可能就有法度去想讲，这件代志有可能这。我甲我本来想的无共款嘛，但这件代志若是真的，对上有有利，你若有法度家去做一寡这辨别其实你就开始会当分辨假消息啦。但是，若是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范围内面，伊本身可能是哪的支持者，或者是讲伊是这个劣的支持者，伊可能就会去判断讲，这个对咱劣的有利，所以伊就去拖。对啊，伊就去拖，伊会感觉讲，这个对咱劣的不利，伊就卖拖，伊就卖拖。但是这对着这个真假的这消息的辨别，有这个作用无？我的意思是讲，咱咧选举的时阵其实咱这摆的选举其实虽然中国的因素咱看起来是较降低，我这唔知。徐老师有同意无啦？这中国的因素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有较降低，但是要安怎辨别着这个假消息，尤其是透过选举的场面来讲的，唔是透过赖群主先讲出来，再透过这赖群主去传的。严老师，你会当甲咱举一下例？
其实若是伫进前选举的时候，我毋知影大家有看到无？有某一张暗会内底吼，一个晚会内底，就有一个候选人讲吼，伫选举迄天，台电会大规模伫倒一个城市要来停电，请大家来说你，这就是有人要创啥物代志啊？结果隔天台电就讲无啦，迄是例行性的检查尔，要停的嘛，甲咱38号尔，但是为着卖造成大家的误解。无安尼，咱卖迄天修理，咱隔天再来修理就好。所以其实对这开始，咱看到讲，国内其实真侪人哦，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有一寡有基层的人吼，伊就会想讲，我安那透过先讲出来就敢若真的嘛，你甲去传，这就是像拄主持人咧讲的这个模式。所以咱即马真正是唔通听到啥，就急要创啥，先想一下，这件代志对上有好处。当然，我甲你讲，知影讲这是真的也假是一回事。我想要传，但是无想要传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啊，柯老师，咱哦，佮知影讲，其实有一寡是不知不觉的，头拄像吴聪讲的，不知不觉的，平常时啊，拢无消息无信，吼啊，突然间吼，因为咱啊平常时也有咧挨三子啊，加减家己去早安啦、暗安啦，所以你传的时阵，我可能无这个警觉，吼，也有这种，尤其咱看吼。咱知影讲，澳洲有一个学者叫 Fergus Hunter， 伊就写讲，咱咧看这个生了水水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农村的一个查某囡仔吼，这个世界性吼YouTuber 呢，超过1亿人咧看伊的物件，但是居然发现讲，伊是甲这个人民日报同款一个公司咧经营的，所以伊才入去亲自发现讲，这原来这李子柒啊，伊是讲共公司啊，因这内容内面超过13%，平常时拢无发布，突然间才来出来，包括着 YouTube， 还是即马咱的 TikTok。老师甲咱讲，即马这 TikTok 进前这贾金河先生也有讲，这 TikTok 即马也去迄个中国的就是资本啊入去啊，尤其啊，这个央视啊，中央电视台。1%的股份啊，伊认为讲，这个1%的股份其实就是会当掌握你全部。老师安怎看？基本上像中国的物件吼，对我来讲，迄拢是算甲共产党有关系啦。你有入股无入股，我认为无啥物差别啦吼。但是即摆 TikTok 其实应该是讲全世界拢足紧张。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伊认为讲一寡假消息伫遐啦吼，佮有一寡像个资讯安全的问题、security 的问题啦吼。美国吧一直想要去处理这个代志。我即摆颠倒来看咱台湾，我嘛家己嘛是会感觉小惊惊啦，因为足侪少年人拢看 TikTok。少年人吼，学生囡仔老伙仔嘛有啦，拄啊好，算讲上老的佮上少的，咱用网络的人拢咧用啦，吼。这个物件，足侪，这个 TikTok 要安怎讲？这种影响叫做伫迄无形的啦。咱以前拢知影讲，以前伫戒严时代的统治吼，足侪物件拢藏伫个电影内底，送伫歌戏内底嘛甲你藏，布袋嘛甲你藏，吼，连续剧嘛甲你藏，伊足侪要。创的物件，要放毒的物件，其实嘛是藏伫个咱北京叫做寓教于乐，因是放毒娱乐，是安尼。你不知不觉哦，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像个影片的像个影响其实更加大吼，因为咱若咧读文字的物件吼，咱会想。看图像还是讲看迄个，就直接吸落去啊，咱袂去想，因为一路去嘛。你无可能安尼，等下我想一头仔讲安怎？但是咱看字是会去，看文字是会去想的，吼。你变做讲即种影音吼，洗脑其实是洗啊足彻底的啦，吼。即个物件因为咱网络是算全球化的，咱也无像中国就是讲，佮他炸起来，对啊，咱无炸，对咱讲咱政策到底是咱无炸，吼。美国其实嘛咧想这个问题啦。就是讲你要用啥方式去甲处理这个代志哦？中国去炸外国的物件，伊面册袂当用，伊嘛袂当互中国人看
什么款的新闻，啊，咱是对全世界 open 的嘛。所以咱在明，伊在暗，啊，所以伊要安怎放啥物，迄是在于安怎去处理。佮有上重要来讲，你个人的资料的问题啊。哦，咱购资的问题。购资的问题，因为伊后门就一直甲你送去，甲你的资料送上去啊。所以你咧创啥，伊拢知啊。你的使用习惯，伊拢知啊。吼，比如讲，咱即摆是咧讲比特大物件，因为我上课时阵吼，我定定会甲学生讲免钱的上贵啦。咱咧用 Google 哦，观众朋友要注意哦，免钱的上贵。马老师有咧讲免钱的上贵，就是咱用 Gmail、用 Google 拢免钱，但是呢，为什么 Google 才趁钱？因为伊是咧趁你的行为，你全部伫网络观点起的物件，伊全部拢有。啊，伊摕这资料去分析变广告，运用，吼。所以呢，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啦。比如讲，我进前吼，出车祸要买车，吼要换车，我只伫 Google 拍对无吼，拍什么车出来，啊，我的向个面册吼，就拢走车的新闻啦，一直送迄广告啦。所以我为呾上课时阵，我拢会，因为即摆囡仔较歹教吼，我拢会教迄大学生讲吼，讲。记者来讲，你要知影恁男朋友最近咧创啥吼？甲伊的面册吼，手机啊接来，安尼看者，你就知影伊最近咧查啥物。安尼咁好，马老师。对，我但是因为你爱较用向的生活的物件吼，去甲在学生啊讲才有路用啦。若无吼，因家己嘛是袂惊啦。是，杨老师吼，咱头下佫讲啊，佫一个，就是讲即一厝吼。会选举的即个气氛内面哦，有一种咱叫做仇恨值啦。吼，咱以前毋捌听过即个仇恨值，吼，即仇恨值在网络吼，会变做一个新兴的即个 hashtag， 吼，仇恨值，即个负面的即个情绪，在即个网络顶头安怎被运用呢？其实吼，咱爱去想一件代志吼，就是伫网络的世界，迄个逻辑是甲咱以前想的无共款。仇恨较会当甲人去引过来，我讨厌你，比我介意你，这个代志更较好去传播。你会去讲人的歹话较济，还是你会去讲人的好话较济？我甲你讲话的时阵，我要讲这个人的歹话，咱较会感觉讲咱是。杨老师，你安讲是我叫我逃离你。无，这是人性，这是人性，这人性啦。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大家较会。但是我感觉，其实大家有去意识到这件代志是好事。会去讲仇恨搭即件代志，其实就表示讲，大家知影讲即个代志严重啊。进前拢是，我感觉安尼较有效，所以我就安尼讲。结果即摆倒来检讨啊，就会感觉讲，所以其实若是一直拢用即种骂人的方法，譬如讲即个人就会讲什物下架民进党即种嘛吼。真侪人就讲，即个选举民进党选了安尼，咱先不论到底是毋是安尼啦。真侪人讲一种讲法有。出现效果，就是这个下架民进党这种，这就是仇恨但这种上好的一个案例吼。大家感觉讲民进党已经执政8冬啊，无做好势，所以咱爱换掉民进党。但是迄拢是做意识形态咧操弄，其实迄拢毋是真实的案例，讲今仔有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去创这，所以伊咧操弄的其实是你的情绪。我感觉这是大家有开始意识到这件代志，这是好事啦。啊，这边安怎防范的人伊喙生咗伊的喙顶啊，吼啊伊要安尼讲，啊而且佫亲像他吴聪讲的，伊可能啊正的啊包假的，啊就去写，啊所以就民进党落假，啊仇恨民进党，啊这就变做敢若真呢，吼这个我即摆想要问的是讲，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在咱人的这个认知的结构内面。是安怎呢？才好用啊！啊，就像我拄仔讲的啊，大家拢会感觉讲，大家拢会想要找家己人去做伙嘛。我嘛头早对啊，严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开始反省，我想怎我爱较爱讲人的这个八卦，因为我是主持人的原因嘛。毋是，大家拢爱听别人的八卦。啊，你看哦，什么款的文章伫网络顶悬吼，按赞甲分享较济，一定拢是骂人的。大家爱看人骂人。大家爱看别人无好的所在，但是，就转来我争一拍讲的，就是讲吼，咱爱去思考，咱看一个代志，咱就爱去思考讲，这个代志若真正摊开，对上有好处，那咱就爱去想这件代志。爱前一步去想啦，对。吴聪，你的看法咧？我想有几个代志会使讲啦，吼，
首先就是讲，迄个我顺着迄个严老师的话来讲吼，有当时啊人确实很喜欢讲那个坏，英语叫做 haters always hate。对啊，进前有一个研究就是讲啊，什么的文章你的面册啊，这种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媒体上你较会分享，啊，伊的研究的是讲受气的，啊，惊讶的，惊讶这种文章较会分享，嘿，惊吓的，嘿，哦，所以你会看到迄个内容农场会讲啊，有一个代志，互你足很惊讶啦，这个人说了什么话，哦，所以大家都大赞。像这个文章，做者人会分享，所以你爱细腻，迄个文章若是，互你足受气的，还是互你足惊讶的，迄种文章，你就爱较细腻的。这较真难呢。这个孔子讲咧讲的克己复礼啦，吼，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安尼。什么代志我就想讲，这个可能想过头，我就爱安尼想。过来咧。我嘛想要讲吼，做侪人会认为啊，网络是一个自由平台，所以大家伫在上面讨论，真相就会浮现。其实讲你嘛看到，你有假新闻迄个产制流程，这个人呢，做侪人因分享这个假的消息的时阵，因有钱会使赚，但是呢，对于这个公民社会来讲吼。你若是爱去澄清，足侪人吼，像阮拢有工课，阮要去澄清，一定是工课闲暇之余，嘿，你袂假巴雄鹰去一直去澄清啊，所以这个产制这个生产跟这个澄清的这个比例差真济，差真济。之前 Iowa 就有一个研究是讲因研究啦，伫咧选举前吼，10则里面有8则一个资讯操弄的新闻呢，是咧攻击政府甲执政党。但是咱从咱从迄个选举的结果，咱会使知影，迄个即摆投互国民党的票较济嘛，民进党较少，但是无差甲做比例没有差那么大，所以这个中间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要去。咱去甲伊找出来，伫咧加了有一个问题哦，进前我伫咧做迄个假消息的研究的时阵，我就发现啦，我们很难去追到这个假账号背后到底是谁。像一个这个图的假账号上面，迄个到买办或者是这个买办或上面的指令，这个管道咱做很难去发现。所以这个是讲近前有人咧讲，迄个境外势力影响力透明化法足重要的。吴总，你搁讲一摆哦，观众朋友听这什么法？境外势力影响力透明化法。境外势力影响甲透明化法。对，近前澳洲就是有通过这个法案，嘿，通过了以后，其实迄个时阵中国嘛是跳起来。但是后来通过了以后，其实他们那边状况就好很多。但是亲像主持人头拄仔讲的，他们在暗，我们在明，咱是民主国家。是啊。所以咱爱有法案，爱有方法，好因不能一直待在暗处。但是有寡人就讲无，你这就是民进党政府要甲控制网络的言论啊。但是这要分另外一个层次来说，控制网络这个其实是很有问题的说法。其实讲控制网络是中国开始控制网络，我们民主国家只会要你说，你这个言论背后是不是有人给你资助？是不是国家级的势力给你这个资助或给你命令，或有对价交换？你要来跟我们登记，要说清楚你是不是有接受到指令。支持如处理意嘛？只是安呢，但是呢。那是这个接受指令跟散播讯息的过程中有涉及违法的行为，国安的法律还是可以做处理。这里国安法的有通处理这段嘛？但是那是无这个境外势力影响力透明化法，你就唔知影发生啊，国安法也无法度用啊。这个情况来做
一直发生，嘿，啊，你嘛唔知影伊从倒位来，所以掠无这个糖啦吼。嘿，对。徐老师，你甲咱讲一下吼，咱即摆需要这个网络顶头吼，咱莫讲管制啦，吼，咱就小可暂责一下，讲除了这个境外势力这个影响来透明法以外，佫有啥物法令，或者是讲咱政府的这个论体啊，爱做啥物来防范，做啥物建议呢？讲到话，就是进前其实去用拍甲密密麻麻向诶，叫做北京叫做数位中介法啦，吼。啊，即个物件其实最主要是要处理有问题的一寡消息，还是假的消息啦，吼。啊，假的消息，你比如讲你是面册吼，你爱负啥物款的责任，吼。啊，若讲即个物件是有问题的，你应该爱负起责任，吼，甲扛落来嘛。因为其实即摆面册家己嘛有一寡向的检举的。自我观察的系啊，你这来做啊，因为台湾是民主的国家，有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毋是互你胡乱讲嘛，互你抹黑嘛，吼，这是毋对啊。但是即摆就是讲，伫即个台湾即个环境吼，我是较悲观啦。为虾米？你个要杀的物件吼，哪会着讲迄你要冲空啦？啊，哪会要杀的物件吼，你个就讲迄是你要冲空啦。其实无你无互相信任，无互相信任，啊，无互相信任，啥物人是上欢喜？中国上欢喜啦。因为你也知影讲吼，2018吼，2018有公投，啊，你也知影，尤其是伫迄个同族婚姻的公投吼，你会看到有一个细人吼，会写一寡支持同志的，吼啊，但是迄是写足粗鲁的，所以迄反对的也是教会看落会足气的，吼啊嘛有一种的就是讲叫做反传哈，嘿，就是即种的啦，吼，但是伊就是要甲你的社会甲往个分裂，互你乱，所以中国即摆咧创就是讲，我要互你民主社会乱，所以我中国的即种的统治才是安定的、稳定的，所以民主咧就是本色，就是垃圾。吼，迄是中国想要去创的啦，吼啊，所以咱民主有民主的好处，啊，民主嘛有民主的歹处啦。就是讲，咱真正要讨论代志的时阵吼，其实是爱开足侪时间吼，落去说明啦，好好讲啦，吼，这才是有，因为即个物件其实是全面拢受害啦，吼，毋是讲是哪个受害，嘛毋是讲是你个受害。因为全面拢受害。免讲，阮逐工阮有当时就去时大人吼，早暗就加一个这，就甲你讲这有诶无诶，咱就真歹来甲解说吼。所以吼，阮是其实我个人是真希望有一个物件会当吼，有一个机器吼，才弹落啊，互伊看，伊也会相信这个机器，敢有可能安尼？严老师，就像我拄仔讲的吼。机器袂晓判断人的情绪，可能以后会当啦。AI 若更较进步，有机会，但即马还袂。所以即马还袂时阵，咱有来做实事吼，加一寡时间去到时大人开讲，我感觉这是足有效的方法，系啊。但是其实即马毋是时大人问题，就像你即马即张 TikTok 即张吼，TikTok 拢是囡仔咧看的，咱有可能毋是爱甲时大人沟通尔，咱嘛爱甲咱的囡仔沟通讲，你即马看到这个物，你毋当全部相信。即马真侪国中、高中以下的囡仔，拢会去想讲啊 ，TikTok 都安尼讲啊，所以我就安尼相信啊。其实即马毋是干那是大人有这个问题，囡仔嘛有，这是一个爱注意的现象。小红书啦，查某囡仔吼，小红书啊，内面啊看起来敢若咧讲伪装的，啊，其实嘛有其他的物件，就是头仔吴聪讲的，就是假的包真的，真的包假的，啊，就是假中立。咱吼讲个观众朋友来，最后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吴聪。谢谢。我讲即个假消息，即个或也是资讯战即个议题啦，咱袂使懒惰，袂使变大，袂使变大，歹势，咱爱你若是看到一个消息，你爱有当时啊啦，你实在的是讲，你爱花一些时间去查证，啊，有当时啊不要这么快相信，啊。对自己的人性有当时要反省一下，爱知影，我看到这，我会想要分享，但是我要克制一下，我要想一下，不要这么快就把它传出去。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
这那是上重要的。就是咱家己的人生，咱家己自我觉察。是。吼啊，无咱严老师讲的，就咱登记啊，好好啊，甲是细啊，吼，是大人甲细汉囡仔啊，好好啊沟通。啊，但是马老师也讲了，讲咱的政策面，吼，他说吴总也讲，咱的政策面，吼，应该啊赶紧来通过。啊，尤其是拿捏两边哦，爱互相信任。但是你讲起来，这是真困难的代志哦。这咱已经爱看了超过20-30年啊吼，这来要信任吼，这爱真长期性的，这来大家来合作，才有可能啊。好，感谢。